去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，有一位二位收藏家叫做彭定瑞，伊要找伴侣。去年付35000块加入到婚友社，将做会员，尾也阁加码75000块升级变做超级会员。但是伊怀疑来甲伊相亲的，拢是一寡临时演员。更加想袂到的是，一个月后，这个婚友社负责人包袱款的做伊走。原来这个负责人进前嘛用同款的手法，开几啊间的婚友社来领钱，有几啊百个会员受害。体验亲手做作品的课程，另一活动步数真济，这间婚友社被指控欺骗会员。我就吓到了，我再也不敢参加了。生气就是第一个，他用的那些相亲的女生，啊，就他的他们里面的那个男同事跟我讲说，我们公司有一些啦，不是全部，当然不可能全部，就是有一些就是请灵演。二位收藏家彭廷瑞就是会员之一，伊讲某一摆伫婚友社相亲结束后，看到对方入去其他房间，甲别人伫相亲。原来对方是乡土剧临时演员，伊怀疑大概交好婚友社300块服务费是伊的车马费。找不到人啊，而且疫情嘛，谁要出来跟你相亲啊？疫情就大家都戴口罩，也不愿意嘛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可能找那个灵演，就是他可能要接通告那一类的。婚友社鼓吹升等会员1摆2年，有分级 A 到 D， 比以前拢是较阳春的 CD 介绍，差不多是2倍起跳。以 D 来讲，佫有好82，若是配有成功，佫会送免费的美国旅行。拢假啊，都是假的啊，不属实啊，就已读不回啊，就跟你们一样，打电话求证啊，没有打不通啊，没人接。我对他提告的是属于那个民事部分，损害球场的部分。婚友社最后是恶意赌店，伊讲姓林的小姐10多年来开3间婚友社会员过200人，网络还有自救会，连建商家己店的头家拢被骗，金额超过100万。这个姓林的业者敲电话嘛无接。40岁彭廷瑞是出名的2位收藏家，经过要20年啊，收藏品包括张大千，伊有认定定的墨宝，市价上1000万，在艺术品界嘛小可有名声。想要到，敢想要找一个对象，唔拿了时间，更加赔袂少钱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